这个地方是工作室设计的，正好在附近，所以带你来参观学习一下。谢谢老板。顾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您今天是来滑雪的吗？有什么需要就直说，我都给您安排好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就带助理来参观一下。啊，没问题。那我帮你们拿2套大衣吧，这里面还挺冷的。好。谢谢，谢谢。一会儿要是还有什么其他需要，随时跟我说就好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哇，城堡好漂亮，老板。哇，也太好看了吧！老板，帮我拍2张照片，拍2张吗？老板，老板，你看我有没有一种灰姑娘去城堡参加舞会的感觉？给我拍高一点，你把手机放低一点，然后把那几个字帮我避开哦。摆好姿势了吗？摆好了，摆好了。和我一起说 1, 2, 3，我青春就会好看。那些炙热的梦，听我指挥。好了。再来2张吗，老板？我是让你来参观学习的，不是来玩的。走吧。老板，等等我吗？老板。老板，你知道运气守恒吗？不知道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运气一直很好，那倒霉的就该来了；相反，如果你运气一直不好，那么就会否极泰来。那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啊？遇到你之后，我之前攒了那么久的霉运，终于翻身了。我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当然啊，是你给了我一份这么好的工作，还给我学习的机会。我的好运气好像都是从遇到你之后才开始的。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在变相的拍马屁吗？我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恩啊！成功和运气啊，都是要靠努力换来的。你不用把功劳都给我。其实你在设计上，感悟能力很强，也很有天赋，只不过之前缺乏了一些机会和学习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。谢谢老板。走，我们去前面看看吧。好。